香儿姑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香儿？夫人，珠宝匣子不见了。从着火到此刻，就这么几个时辰。那匣子原先一直放在榻边的，没挪过地方。我找了，可是没有。不会啊！就算那个木头匣子烧了，可金子和珠宝也会留下痕迹，更别说踪迹全无了。昨晚救火，虽说人多手杂，可是不知情的谁又会这么有心？咱们再找找。别找了，定是有人趁乱拿走了。夫人怎可断定？昨晚睡前，你们两个检查火盆了没有？夫人吩咐过的事，我和慧儿怎敢忘记？我和奎姑睡前也检查过。怎么会专烧了我们这个屋子？难道有人故意纵火？十有八九。我想起来了。前2日，夫人和香儿出门，姑姑去了厨房，那个奕成跑到屋里来搭讪，一双眼睛贼溜溜地看着那个匣子。是啊，当时那珠宝匣子就放在那儿，一定是那个韩武见财起意。我去找他。夫人，我们要不要报官？只怕报官也没用。为什么？若没有有权势的人撑腰，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哟，好俊俏的小妞啊！放肆！哎呀，难道是奕成的相好？我是秦公子的侍女。我问你们，奕成、韩武去哪儿了？一大早就不见了。怎叫不见了？昨晚救火的时候，五爷还在，忙前忙后的。可等我们救完火回来找他，人就没影了呀。我们还等着五爷发赏钱呢，似乎找不着人了。对呀，昨晚你们那屋子失火，我们哥几个可都忙活了大半夜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五爷不打赏点儿，要不你打赏点儿？夫人，怎么？是不是人去屋空了？是。贼得了手，焉能不跑？家徒四壁，一无所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和继儿先搬到你们屋里，和你们一起住。母亲，大姐姐是燕国义后，她若知道了，会来看我们吗？梦莹，她若是知道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可用的。夫人，这些衣裳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能穿吗2、3件改成1件，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母亲和我把这些竹简挑挑拣拣，也能派上用场。我们的房间四面透风，破旧寒冷，真是委屈夫人和公子了。能有这样一个容身之处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只怕再这么下去，连这样的屋子，我们也住不上了。我觉得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。轻点啊，放那边吧。慢点儿，转过来，别撞着老爷了。把东西放那边啊。您，来，喝。你是何人？哎，这是我们新上任的奕成老爷，赵晨。新来的奕成老爷。
你就是秦国质子的侍女？是啊。你看，驿馆的馆舍被烧了，这事儿应该有个说法吧？赵义成初来乍到，想必不知内情。那时前任义成韩武为了盗窃我们公子的财物，烧了我们公子住的房间。赵义成来的正好，我们公子与夫人的房间被大火烧了。那个韩武跑路，无人问津，只好在我们奴婢的房间里将就了几夜。既然赵义成老爷到任，还望安顿一个像样的住处。大胆！你们取暖烧火点着了驿馆的房子，本官还没追究你们的纵火之责，你倒反咬一口，说我前任义成怎么着，偷盗？这个都说你们秦人是虎狼之邦，秦人是虎狼之姓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妇人也如此蛮横无理。那好，那你把前任义成找回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你想当面对质？自己找去，本老爷我公务在身，懒得理你。哼！哎，这些个秦国人肆无忌惮，毫无礼仪啊！拿咱们燕国的驿馆当自己的天下了。不行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，哼，他会小瞧了本义成。放心吧，老爷。哎，好气派一仗啊！让开，让开！可会让道，这可是义后的车马。哎呀，来，快点让开，让开！看看，让开！怎么回事？走开！快起来！快点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快走开！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挡了道。老伯，以后风雪天走路当心点。这位夫人心肠真好，估计是义后的侍女。夫人，义后的故人从秦国来的继承已经多日，现作为质子困顿在驿馆，望与义后相会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只当没有见过我。过来看看啊。夫人，新来的义成答应给炭火了吗？他不给。这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就只要一些柴米和炭火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勒索无度。一点吃食，一点炭火，能值几何？最可气的是，他居然坐地起价。这平时晴天出太阳的时候还好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囤积居奇，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了，还把吃食和炭火都开出了天价。慧儿，这篇礼经已经抄好了，趁天还未黑，你一会儿出去换点钱，买炭火吧。公子的手都已经有冻疮了，可咱们再也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就连魁姑给公子做的那件貂皮衣裳都已经送去当铺。可恨奴婢无能，竟让公子受苦，让夫人如此辛劳。我虽一生惊骇流离，险象环生，但却是第一次尝到没有钱的滋味。过去总以为，只要离开宫中，那便是天高云阔，自在逍遥。却不想，宫中的明争暗斗，那是不缺衣食的；宫外的自在逍遥，却是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。怪不得那些人挤破头丢了脑袋，也要跻身王侯之堂。母亲，姐儿好饿。继儿，母亲给你倒口水喝，好吗？母亲，姐儿越喝水，肚子就越饿，肚子饿得咕咕了，都已经。继儿，还记得母亲跟你讲过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颠沛流离，衣食不周，
最后却成了一代霸主。继儿不比重耳差，不管怎样逆境，都要坚强。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，有胡衍、赵崔等谋臣相随，齐桓公、秦穆公等诸侯争相以女嫁之。惠儿姑姑和香儿姑姑就是胡衍和赵崔吗？是。惠姑姑、香姑姑，就是胡衍、赵崔。继儿知道了，继儿会勉励自己。继儿出去跑一跑，身上就没有那么冷了，肚子就没有那么饿了。夫人，你们知道为何我日日跟继儿讲重耳吗？其实不是对他说，而是对我自己说。可重耳流亡，还有10几个忠心耿耿的谋臣相随，还有齐桓公、秦穆公争相嫁女，为他增添助力。可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你们2个，连一个小小的议程都敢对我们任意欺辱。夫人，这只是一时的，等大公主派人来了就好了。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。我断定她应当知晓，我们已经到了燕国。既然秦国派人递交国书，公子之年幼，由他临朝听政，他怎能不知情？知晓后，又怎能不问质子到底是谁？有谁与他同往？可如果大公主知道了我们的困境，又怎会不见我们呢？我对大公主曾经有所愧疚，她不愿意见我，我不怪她。夫人，那我这就出去换炭火。青青，你今日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奴婢在路边偶遇一陌生女子，要替人传话给以后。替何人？说是秦国的质子，以后的故人。他芈月竟然也有求人传话的时候。当我父王宠妃多年，恐怕他早已忘了求人的滋味。芈月性情刚烈，或许她眼下是遇上了什么难处。若无难处，谁又会求人？当年苏秦遇到难处，我去求他，明明是举手之劳，他却不施援手。后来我父王得知苏秦的才华，对苏秦也有了挽留之心，又是他为了给张仪争权，从中作梗，对此我一直难以释怀。你起来吧。是。夜后，郭国相求见，请国相进来。是。议后，国相免礼，赐座上茶。谢议后。议后可听说一喜事？有何喜事？东周世子苏秦近日要来燕国。苏秦？微臣听说那苏秦自幼聪慧，被鬼谷子收为弟子，懂谋略，好兵法，该是天下难得的人才。苏秦来了，太好了。
以后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既然是人才难得，等他到了，国相就请他住进黄金台，贵宾礼待。以后贤明。那苏秦得知大王礼贤下士，定有攀附之心，才会来的。对了，以后，微臣还有一事，就是那秦国的质子。秦国质子眼下如何？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？微臣听说那些个质子，狂妄自大，桀骜不驯，衣食无忧，却还百般的挑剔。前些日子，更是因为柴火不慎，竟烧了那驿馆的房子呀！怎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怪不得他托人前来找我。说起来，那质子的母亲芈月也跟我有些交情，而且还是我父王的宠妃。可如今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其实麻烦的是，秦国使臣交递的国书中，还带了惠后芈姝的一封信，信中要我们对那质子严加管束，生活上更不可过分优渥，语气十分严厉。倘若回绝，恐怕有得罪秦国之嫌。国相有何对策？既然以后左右为难，不如装聋作哑，不需回复惠后的信件，也不用召见那些秦国的质子，只当这封私信从未见过不见也好，免得难堪。以礼相待就好了。正是。公子睡了。公子饿了一天肚子，夫人说让他早点睡，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。喝点水。夫人从早写到晚，也应该歇息一会儿了。这是眼下唯一让我们不会即刻冻死、饿死的法子。亏得天下还有人要读书，不然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好了，你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夫人拿着暖暖手。此事不出夫人所料，那个驿丞赵臣处处为难我们，果然背后有人指使。我跟行了他好几日，发现他隔三差五就去国相府。国相府？难道是国相郭伟故意为难我？这个郭伟是何人？忠臣还是佞臣？这世间之人，若是个简单的中间善恶便能说清楚，这倒容易了。这郭伟是当今燕王的师傅。当日燕国因为子之之乱，齐军入侵，山河破碎，秦赵两国护送孟莹母子回国，是郭伟率群臣前来相迎。孟莹令燕王拜其为相，辅佐燕王，又是他对燕王谏言，盖起黄金台，并为燕王招揽天下贤臣，才将这风雨飘摇的燕国给支撑了下来。那这个郭伟应当是个好人。燕王倚重郭伟，但很难讲他到底是个贤臣还是权臣，是忠心耿耿，还是想做第二个子之。那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去见一见郭伟。说是宫里头的东西，可这手艺还是比不上我们楚宫里的。我的夫人，这已经是燕宫里1等1的宝贝了。燕王和义后待我不薄啊。这国相府也是义后命人给我盖的，规制几乎赶上了燕王宫。这府里的一切都是燕王和义后赏的，所以
样样只能是最好的。你才见过多少宫里头的东西，知道何为金玉满堂、锦绣铺地？再者说，以后把燕国的头等富贵赏给你，又有何不妥？这燕国的天下，说是你的也无妨。夫人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。位高权重，有时就是祸在跟前。我对燕王从来忠心耿耿、谦恭谨慎。夫人不要让人以为老夫要做像子之一样谋权篡位之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就是随便说笑，相爷倒是认真起来。随便说笑，有时也会送命的。相爷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啊？说是秦国之子的母亲，芈夫人。夫人，还是暂且回避一下吧。灵儿，拿走。是。请芈夫人进来。芈夫人，郭国相，哎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快，给芈夫人上姜汤。夫人请用。难怪啊，夫人何意啊？难怪世人都说，燕国真正的黄金台是在国相府。世人谬言谬语，夫人不必当真。国相府气势直逼燕王宫，郭国相未免过于自谦了。郭伟无德无能，才疏学浅，忝居燕国相位，全因为燕王爱慕贤能之士，就如同爱马之人爱慕千里马。燕王拜我为师为相，就如同爱马之人花重金买下了一匹死马。爱马之人买死马，以图天下骏马闻讯而来。燕王赐我荣华富贵，为求天下贤士争先归附。但燕国之事，全凭国相做主。夫人言重。燕王尚年幼，燕国的事，郭相至少能做7分主，那议后总也做得了3分主吧？岂敢！我王虽幼，但聪慧异常，英明果断。燕国之事，大王做得5分主，议后做得3分主，文武百官诸位大臣做得1、2分主。哎，剩下的哪还有我郭伟智慧左右的余地呀？老夫最多只能做得半分主而已。议后出身秦国，我等质子来自议后的母国。时近3月，议馆议程换了2任，2任议程全然不顾待客之礼，对我们百般为难。据我所知，燕国议馆是由郭国相亲自管辖过问。议后和燕王若是知道母国质子受人刁难，不会不闻不问。眼下境况，不知是议后心中没有母国，还是郭国相纵容手下为难秦国质子。竟然会有此事！哎呀，不过夫人这番话可是错怪老夫了。这议馆名义上归老夫掌管，但具体事务是由国卫府管辖，议程也由国卫府任命。既然夫人说那些议程不尽职守，老夫可以派人去查查。至于议后与母国质子是疏是亲，那全凭他自己的心意呀。郭国相没有从中作梗，郭伟岂敢僭越？芈夫人太抬举老夫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国相了。芈月告辞。啊，老夫就不远送了。
要见燕王和义后？他虽然没说，但有这个意思。让他见吗？夫人，有关国事，还是不要过问的太多了。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，则远者来；仓廪实，则之礼节；衣食足，则之荣辱。小人赵晨回禀公子。母亲，进来吧。恭喜公子，恭喜米夫人。公子和米夫人的故人要见你们。哎，这是官服和鞋履，还有首饰，请公子跟米夫人沐浴更衣吧。母亲，这位故人是谁？会是大姐姐吗？应当是吧。总算盼到了，大公主终于要见公子和夫人了。可怜天剑，可不是嘛，可不是嘛。有劳议程，容我们母子梳洗更衣。好，好，我在院外伺候着。哎，快，把东西放下。你们可知，我刚才在沐浴之时想到了何事？我适才泡进温暖的热水之中，恍然觉得能有这么个热水澡洗，就算即刻死了，我也甘心。夫人，做人怯懦，前一刻还和晋文公重耳相比，后一刻就能臣服于一顿饱食、一件暖衣、一桶热水之中。夫人和公子这几个月太苦了，好在有了大公主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母亲，继儿，母亲，看这新衣新鞋，好舒服，好暖和呀！仙儿说的对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这，公子这衣服真好看。这，公子还冷吗？一点都不冷。母亲，待会儿大姐姐会给我们吃什么呀？公子馋了。大公主召见夫人和公子，为什么不在燕宫里，却要去黄金台呢？适才我也疑惑。母亲，继儿想，燕国是以礼贤下士而闻名天下，世人皆知黄金台，而不知晓燕宫。大姐姐在黄金台召见我们，应该另有一番含义。公子说的有道理。马车来了。夫人。夫人和公子请进，其他人门外等候。夫人，公子请。母亲，这里看上去真的很气派。上茶。坐吧。多谢。米夫人，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鼎烩肉了。为了您来呀，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没想到义后还知道我们楚国的风俗。夫人，公子请自便。继儿，
既要等大姐姐来，既要不可军前事宜。以后政务繁忙，一时无法脱身，我们等等无妨。以后。怎么？难道请我们来的不是以后？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已经积火烧长了，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以后。可惜以后已视你为婢女。怎么是你？10几年不见，月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母亲，这位夫人是何人？她是母亲楚国的故人。想来，这位就是秦国质子公子季了。我是何人？我不仅是你母亲的故人，还是今日设盛宴款待你们的主人。我夫君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是燕国国相的夫人。今日也是你一手安排。看起来你确实穷途末路。听到杯盏之声，就这么快奔到我这儿来了。这黄金台华宇楼阁，这厅内温暖如春，该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哼，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的确是过眼云烟。你给秦王当印妾，刚刚享用了几日富贵，就被赶出秦国，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可喜可贺啊！依仗权势，虎虎之威，一手遮天，难掩天下之目。我不图掩天下之目，只让国相对我言听计从，已足矣。既然妹妹到了燕国，我该尽地主之谊，全力款待才是。这么说，让人偷去我的钱财，放火烧了我们的住房，也是你一手谋划？哪里用得着我谋划？勾勾手指，便有无数人争着去做。无耻！米夫人，且慢。既然你如此有骨气，为何对我的施舍受之不缺？什么施舍？我绝对不会要的。这裘长凤履并非凭空而来，你和公子身上的每一寸履，都是拜我所赐。你我言语不合，话不投机，物归原主才是正理。米夫人，请吧。这冰天雪地、赤身露体的，冰天雪地，只怕米夫人在秦国和楚国都不知何为真正的冰天雪地，尝尝定是别有滋味。但赤身露体从这黄金台走出，却有碍风化。赵臣在。李夫人，这是我在大街上从2个冻死的乞丐身上扒下来的衣裳，也许正适合你们2人的身份呢。怎么难过了？从楚国到燕国，这么多年，我日日都盼着这一刻。你对我也就算了，继儿不过就是一个孩子，你们为鬼为魅，你冲我来啊！也是，衣不遮体，赤着脚走回去，说不定就冻死在半路上了。
你若心疼儿子，不如此刻就跪在我脚下，承认你是个贱人，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。我或许可让他留住身上的美妇裘皮。母亲，继儿不要这衣裳。继儿，夫人，他们把你们怎么了？这会都坏的。车夫，停车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混沌在这大雪之中啊？我们是秦国之子，这是米夫人和公子健。在下苏秦，在秦国与米夫人曾有过一面之缘，快请贵人上车。多谢，快进儿，多谢。来上车，公子，上车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
苏子走了。是，临行之前，苏子吩咐他的手下把公子的貂皮衣裳给赎回来了。苏子救我和继儿于危难，并为我们请医买药。苏子说：“世态炎凉，万物刍狗。”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夫人和公子。他说，若有什么急需，我们可以去黄金台找他。亏得魁姑没有看到我等的遭际，否则岂不让他心碎？那个米音简直是个邪魔恶鬼，定不得好报。香儿，你可去打听了那米音是如何到的燕国？打听了，苏子的手下告诉我，当年在楚国，因为公子歇逃婚，米音的婚事搁浅了多年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米音嫁到燕国，本来是想做燕国王后的，可是没想到齐国趁火打劫，从中插了一手。那米音千里迢迢嫁到燕国，还没做成王后，却险些做了乱刀下的亡魂。再后来，她就遇到了那个做了多年官夫的郭伟。当时的乱象可以想象，郭伟依仗秦国和赵国的力量平乱，又被燕王拜师拜相，定会让米音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。而米音楚国公主的身份，也让郭伟倍感荣耀，因而对米音百依百顺。怪不得那个米音敢如此嚣张呢。苏子，燕王求贤若渴，苏子乃治国安邦之奇才。上次苏子来见我和燕王侃侃而谈，令人茅塞顿开。望苏子能长久留在燕国，出入朝堂，成为社稷肱骨，共商天下大计。苏秦才疏学浅，蒙燕王义厚厚爱。先生不必过谦，当年齐国乱燕，奇耻大辱，至今未报。如今大王一心想强燕而图天下，不惜输尽钱财，正是为了招募先生这样的兴国治世之才。齐王骄横暴虐，遭各国诸侯愤恨。大王想学习国耻，并非难事，但眼下齐国国土广阔，人口众多，以燕国、异国之力攻打齐国，很难一蹴而就。不如联络赵、楚、魏、秦等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苏子所言极是，郭国相与诸国结盟立约，要为眼下头等大事。大王，微臣一定照办。在下还有一言，不知当说否？请说。大王既然打算与诸国结盟，就该善待诸国之子，免得因为他们的不测之祸而与他们的母国生出龃龉嫌隙。请先生明示。昨日，在下回黄金台驻地，偶遇秦国质子公子季和他的母亲芈夫人，他们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，挣扎在风雪中。幸好在下发现，把他们送还驿馆，不然必定冻死在大街上。此事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国相，我曾说过以礼相待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后定是微臣属下疏忽，办事不周。望国相查明原委，尽力补救，切莫耽搁。微臣这就去办。微臣告辞了。国相慢走。母后，那寡人也回宫了。去吧。大王慢走。以后，苏秦告退。苏子请留步，我有一事向先生讨教。以后请讲。青青，再去给先生倒一杯热茶来。是。苏子请坐。看来芈月他们真的遇上麻烦了。难道义后对芈夫人的现状毫不知情？我本是恨芈月当年对苏子无情，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纠葛来往。
可刚刚听先生说，他和公子季差点冻死在风雪之中，又让我忍不住牵挂起当年的情谊，心有不安。苏秦离开秦国，义后为何要责怪于米夫人呢？难道当年不是他在中间作梗？当年你父王重用张子，弃用苏秦，实乃对朝臣的权衡之术。你父王并非昏君，若不是他心中也有疑惑，怎会听从后宫嫔妃一人之言？苏秦投宿客舍，那客舍老板对我百般刁难盘剥，逼得在下不得已才离开咸阳。这就更怪不得米夫人了。虽然如此，可眼下芈月见罪于秦国会后，她不希望我厚待芈月，所以我不见芈月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您身为燕王的母后，会后怎可在旁指手画脚、肆无忌惮？别人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这个母后是怎么来的吗？当年秦国的兵马辅保我们上位，眼下朝中卿大夫也不全服我们，列国也轻蔑我们。我们唯一可以依仗的，只有我的母国。我不能得罪，更不能得罪如今的秦王和他的母后啊！不知以后在燕国，竟这般之难。苏秦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能来，往后我在燕国的每一日，都会不一样了。晦气的燕国，一年到头满眼的冰雪，能有3、5个月的春色就不错了，弄得我寒气上身，骨头整日酸痛。夫人定是操劳过度了。这么大的相府，万事全仰赖于我，我若不斟酌计较，劳心劳神，谁来操持？夫人说的是。就这么还有失手的时候。那日，我满心以为那个贱货被我赶出黄金台，定会毙命于大雪之中。谁料竟被一个好事的家伙搭救，捡回了半条性命。竟有此事！一个叫苏秦的东周世子，胆敢坏我大事，原本想让人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，可下边人说他是相爷新寻到的宝贝，动不得他。真是气死我！相爷今日回来的好早啊！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进门就冲我耷拉着脸。夫人。你与那秦国质子有何过节？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？相爷的话真好笑，我与他们有何过节？明明是相爷上次回来提起秦国会后来信，说让咱们不必善待他们，让你为难得很。我可曾让夫人帮我的忙？相爷既然有难处，妾身替夫君排忧解难，有何不可？大胆！你一个妇人，不在府中好生料理家务，竟然自作主张干预朝政。妾身哪懂什么朝政，只是看夫君作难，帮你一把。谁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招来你横眉立目。好，既然我犯了大罪，那你治罪好了，要杀要打全由你。反正你是国相老爷，杀了我一个楚国公主，也可以让你扬名天下了。夫人，坐。好了，夫人，反正你是看我样样都不好，若这样，赶紧把我送回楚国去。哎呦，夫人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舍得把夫人送回楚国呢？啊？哎呦，夫人，快看！今日有人呐，给老夫啊送来了一只金钗，一只鎏金凤钗，
这金钗是实打实的货色。凤钗虽是鎏金，但做工精巧，美轮美奂。老夫知道夫人对这首饰见地独到，所以啊，特地把它们带回来，与夫人共赏。啊，夫人，这2样东西可好？哎。黄金台之事已经查明是国相夫人所为。我记得国相夫人也是楚国的公主，难道他们相识？我询问过一些人，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。若不是他们曾经有过节，那国相夫人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国相的意思。你为何不明示国相，不要难为芈月母子？你真以为燕国的大权在我和侄儿手上吗？名义上侄儿是燕王，我是燕王之母，可实际上朝堂的政务还不都是郭伟一手包揽？我若因为芈月公开斥责他，与他有了嫌隙，那朝堂上就无人可依仗，岂不因小失大？照夫人这么说，事情就难办了。眼下对芈月他们来说，一碗热粥比一箱珠宝更为紧要。或许不用我们出面，就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。夫人，怎么没卖出去？雪太大，街市上根本没有人做生意。刚才遇上赵晨，他盯着我们要炭火钱和房钱，我气得骂了他一顿。他给的炭火根本就点不着，还有这破房子四面透风，可房钱都快赶上一间上等的贵客房了。骂他又有什么用？他说了，我们4个人住在一间房，房价自然要翻番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心善，早就把咱们赶到街上去饿死冻死了。你们一定累坏了，喝口水，歇一会儿。哎呀，都结冰了。慧儿，你这是……自从屋里断了炭火，日日都是慧姑姑和香姑姑把陶瓶抱在怀里，母亲和我才能有水喝。这样不行，若是雪再不停，我们就只有等死了。夫人，除了这些书简，还能卖几个钱？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母亲，既然这件衣裳，也可以换点钱来。不行，吉儿不可以没有这件衣裳。有了钱，有了炭火，有了吃食，吉儿就不那么冷了。所以，吉儿根本不需要这件衣裳。公子啊，万万不可！要不是那好心人搭救，你可就没命了。公子别急，我再拿着书钱出去一趟，或许能遇上一个买主。那芈夫人是住在这儿吗？芈夫人是住在这儿。你是何人啊？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们了！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位可就是芈夫人，是。老身是西市的牙婆，人称五婆。婆婆免礼，不知婆婆找我有何事？是这样的，那个陶隐，陶老爷，前些日子偶然在夫人的女婢手上买到了几卷《诗经》，欢喜得不得了。今日陶老爷亲自找到我，无论如何让我来叨扰夫人。这是陶老爷让下人送来的竹简，烦劳夫人为他们家抄录一份婚姻礼仪方面的试婚礼。这个是半担粟米，这个是一担炭火，还有些许钱。来，夫人。
书下。是婚礼抄好后就送到陶老爷家，陶老爷还答应了送2匹帛、6斤肉为礼。只是这试婚礼要得急，半月之内就要抄完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夫人，我们夫人身子不好，况且这试婚礼又有好几卷，如今我们手头没有原书籍，若是让夫人字字默出来，这半月的时间是万万不够的。老身不瞒姑姑，那个陶冶原是工匠出身，是前些年打仗立了功才封的官，不是什么世家，家里礼乐方面的典籍都是没有的，所以急需诗礼方面的典籍，庄严门面。时间是紧了些，劳烦米夫人赶一赶。要不我去找陶冶商量，再加点礼，如何？礼乐本是圣贤所传，如今却让我拿来贱卖换取肉食之物，实在是愧对先贤了。若再讨价还价，岂非斯文扫地？他们既有向礼之心，我多花些时日，半个月，该是能磨出来的。那就谢谢米夫人。母亲，继儿也可以帮忙。夫人留步，老身告辞了。谢谢皇少爷。哪来这许多礼数啊？帮你们就是在帮我自己。陶冶说了，以后家里的所有典籍都有劳夫人抄录，夫人以后有的忙了。行，半月之后我再来驿馆找夫人。好，告辞了。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，慢走。笨蛋淑米，一旦炭火，抄好后还有2匹帛、6斤肉，有许多典籍要抄，母亲和我有的忙了。是啊。太冷了，快进屋吧。又有柴米又有肉，福气真不错。是。那陶尹出手如此大方，给我查查是个什么来历？小的查过了，是个粗人，没有什么背景，当年还得过国相的好处呢。我想法子让人去打个招呼，不幸他真的敢与国相府作对。夫人，今日一早，国相爷派人来过驿站，询问过倾国质子的情况，还带来些衣食财物，小的心里没底。夫人您看，国相爷的心思我最清楚，他那是面子上敷衍一下，做给别人看的。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小的明白了，只是那些东西和钱财，你自己留着吧，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。是，要是搁在一般人，经过这几番揉搓，早就成了枯木死灰了。可是这芈月的那贱人运气太好，一不留神就死灰复燃。看来那驿馆过于招眼了，不可将他继续留在那里。该怎么办？小的全听夫人的。欲毁其人，先摧其心。驿馆是世子贵人留宿之地，他不配。把他从驿馆里赶走，他不是尽管破衣烂衫，还撑着夫人的脸面吗？让他沦落街头，沦落到最下等的匹夫走卒之中，把他踩到烂泥里去。我一定照夫人的话去做。夫人，何事？灵儿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相爷。既然米夫人，那个贱人，已经沦落至此，再无翻身之日，夫人何苦再劳心劳力？不妨由她自生自灭，免得让相爷知晓，心中不喜。
他喜与不喜关我何事啊？我喜不喜才是要紧的。那个芈月，她活在世上一日，我就不喜一日。更何况，那秦国之子也是相爷的烦心之事，最好无人与他提及。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为清。这是婚礼的最后一卷，明日抄完，婆婆就可以拿走了。这其中也有公子的功劳，姑姑要怎么犒劳公子才是呢？婆婆会带来肉，对吗？是啊。哼，季儿好想吃肉，我要饱饱的吃一顿大肥肉。好，大肥肉，母亲答应季儿。李夫人，李夫人，小的有礼了。有何事？这间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。哟，这屋挺暖和呀，还有这个大火盆呢，你看，这烧得不错嘛。我们好像不欠你房钱。哦，不欠，不欠。也未向一成赊账。哎，没赊，没赊。那既然无事，一成还是自便吧。没看夫人忙着呢吗？那咱就长话短说。李夫人，过2天这驿馆要来贵客，所有的房间呢都包出去了，啊，也包括这间。所以呢，就劳烦你们几位另谋他处吧。啊？什么？你要把我们赶出去？不是赶，是请出去。按照规制，各国质子来往都住驿馆。你把我们赶出驿馆，是何道理？糜夫人，这驿馆就这么大点的地儿，来的都是各路的贵客，自然谁给的价钱高，就让谁住嘛。我们的房钱已经比别人高出许多，你这是故意刁难，还有王法吗？别跟我这儿大呼小叫的，这是燕国的驿馆，不是你们秦宫。论王法，我比你清楚，跟你们打声招呼，这是客气的。若不知趣，愣要纠缠，休怪我赵臣翻脸无情。你知道了，容我们再住几日，收拾东西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叫花子搬家，哪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啊？我们交了房钱，日子还没到呢。那就赶快吧。他们想赶尽杀绝，好在快要开春了，想饿死、冻死我们，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可我们离开驿馆，能去哪儿啊？天地之大，还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可是公子与夫人的身份尊贵，是龙血凤髓，贤身贵体，怎可浪迹于街市？身份既不能当衣穿，也不能当饭吃，计较它有何用处？堂堂正正，德配天地，自然尊贵。母亲，既然早就受够了这一城的恶气，离开这儿，我们不受他的管束，反而活得更畅快些。妻儿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离开了这儿，我们就离燕国王宫更远了。那要是大公主再找我们，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，还是靠我们自己吧。母亲，你放心，还有我。舅舅说过，要我帮助母亲，我是母亲身边的男子汉。好孩子，继儿真的长大了。可是，舅舅他在哪呢？他能来帮我们吗？你舅舅，萧然，只怕他也很难。魏将军，臣在。大将军司马错一再上书，说你平巴蜀之乱，战功彪炳，应该给你升迁。封赏你什么爵位好呢？功臣、武大夫、少良造？哼，怎么，魏将军嫌这些爵位不够显赫？宫中左庶长一职，至今还空闲着，
寡人今日就当着朝廷重臣的面，封你为左庶长，如何呀？大王，这我等也上过战场，战功赫赫，凭什么他当左庶长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看来这朝堂上有雄才大略、胸中甲兵的，不止魏将军一个人。若想让众人心服口服，只好实力说话。不如魏将军与这几位力士比试一番，我们点到为止。只要魏将军打败了孟奔、乌霍、任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，这左庶长就是你的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这左庶长一职只好让孟奔来做了。大王，魏然乃军中战将，并非屠牛之夫。这搏击之术，并非他所擅长。司马将军错了，大敌当前，我秦军将士个个应该身先士卒，杀敌陷阵。如不能带领部下真刀真枪的与敌搏斗力拼，又如何能够服众呢？大王英明。哎，那个魏将军，你是动手啊，还是不动手啊？这左庶长一职就让给孟力士。大王，臣不服气呀！这未能与魏将军比试，臣不敢受此官职。大王，此事荒唐，不可。楚离子，大王自有大王的道理。对呀，有什么不可？王叔，寡人让部将比试武艺，秉公任职，无偏无私，还是一战定功名吧。大王，大王！真是荒唐！大王，这不可呀！大王，此举荒唐啊！大王，匹夫，鲁莽匹夫啊！大王，臣请卸甲归田，免受匹夫之辱。司马将军，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既然输赢已定，比斗到此为止。寡人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封孟奔为左庶长。谢大王。司马将军，司马将军，司马将军留步，我会去规劝大王。司马将军不要做意气之争。大王任由匹夫侮辱沙场将士，令人心寒呐。其实他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并非一日两日。我今日辞官，也只不过是早一步抽身而已。否则下一次被羞辱的便是我了。司马将军，您是先王托孤重臣，若先王有知，看到今日场景，只怕会死不瞑目的。楚离子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当年在先王面前用尽心力，百般劝说，就是要保这个太子。如今这样的大王，这样的大秦，你可有后悔？你明知道我的心思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大王有今日作为，老夫也是无可奈何呀。这个大王和先王相比，何止是天壤之别呀！先王谥号曰惠，曰文。人人赞颂先王施惠国人，吸引名士，为大秦一统天下打下基础。
可那一统天下是要用军功，用谋略，不是依靠几个牛马般的莽夫去横冲直撞。什么秦国第一勇士，凭力气大，就可碰大将军。大秦岂不成了诸国笑柄？牛马力气最大，只配拉车耕地，只配宰了吃肉，能争胜天下吗？司马将军，数百年来，秦国用的是勇猛武将征伐天下，若都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光凭口舌，能打得江山，收复人心吗？再者，你怎见那大王手下的力士们都是有勇无谋呢？大王心胸博大，立志要学周武王。那攻得王城，夺得九鼎，完成王图霸业，是要搏命的。说不定还真靠不上你司马将军，而要靠那些勇猛力士。甘有夏，你怎能火上浇油？少说两句，替我留一留司马将军。司马将军人才难得，若能另有高就，你我何苦耽误他前程？走吧，司马将军，不必再与他们浪费口舌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他们哪知倒行逆施，必有报应。魏然，你信口雌黄，当心杀身之祸！甘右相，不用吓唬人。群臣离心呐，大祸已经在眼前了。你们要谋反？甘右相，他们的话不全是错的。说好了是半个月的，这都过了多少时日了？巫婆不会忘记了吧？巫婆会不会生病了？她若是病了，那陶老爷也会让伙计来去抄写的试婚礼啊。难道他们不想要了？这香儿日日都到街头去寻巫婆。今日无论是否能找到，我们都要收拾行李，准备明日搬出驿馆。可是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啊？这炭火没了倒也罢了，反正马上开春了，一日日会暖和起来。可是我们的黍米都已经吃完了，就连烛火都快点完了。母亲，那个陶颖先前不是说有很多典籍让我们抄吗？我们若走了，他该如何与我们联络？谁还替他抄啊？先让他把那2匹帛和6件肉拿来再说。我猜测，其中定是有什么变数。此刻，我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。吉儿，帮母亲收拾东西吧。香儿，找到人了吗？那不是婆婆，婆婆来了。慧儿，倒水。婆婆，糜夫人，婆婆，我们日日都在等你，你怎么此刻才来啊？香儿，你们是如何碰上的？你们以为我在哪儿找到的巫婆？就在驿馆门口，她定是转悠了好久，见到我反而掉头就跑。糜夫人，巫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巫婆，看来你是遇上难事了，不妨说出来。糜夫人，前些日子我不是带着下人来吗？让夫人抄录试婚礼，可回去不到10日，那个陶尹就派人来知会我，说他改主意了，让你们抄的试婚礼他不要了，无论过去承诺过什么都不算数了。当然那些柴米、定金他是不会要回去的，只是答应的其他东西，2匹帛、6斤肉，想都别想了。
这个陶冶怎可这样言而无信？既然陶冶食言，婆婆就该早来知会我们。只怕有些事情，也不是她一个小小陶冶能做主的。密夫人，我是想来知会你们的。我来过驿馆，可是被那个可恶的驿丞赶了出去。他说不许我再踏入驿馆一步啊！这个天打五雷轰的赵臣，谢谢巫婆告知我们实情。你若今日再不来，只怕日后也找不到我们了。你们要搬走？这驿馆已经容不得我们栖身，明日我们就要另寻落脚之处了。不知可有了去处？不瞒米夫人，房舍租赁买卖，我们这些牙婆是行家里手，但是街头市井之地是那些贩夫走卒群聚之地，你们都是贵人，岂不是委屈了？当日舜也做过农夫，傅说也当过筑墙工匠，巫婆若能相助，我等定会感激不尽。包在我身上了。夫人，您请，您请。夫人，您应该是知道的，咱们这蓟城啊是东贵西进，东要西市。这西市既有野车卖浆之贼，也有偷鸡摸狗之徒。夫人，您可得多担待点啊。巫婆到了没有啊？到了，前面就是了。我们已经看了2家了，第1家都是下酒楼的卖艺人，第2家鸡飞狗跳都是摆摊贩的。我们夫人要求可不高，一是要清静，2是不要过于局促狭小，3是不必多说了，能清静就已经很好了。夫人放心，这一家是最好的，既清静又宽敞，保夫人您满意。夫人，到了，就是这家。珍嫂，珍嫂，就在这儿。珍嫂，珍嫂，开门！珍嫂，你们找谁呀？这屋里的主人。石头，这院里无人，只有鬼。别胡说！石头，回家。小孩子胡说，不可信。走，石头。娘亲，我告诉他们这院里有恶鬼，婆婆说我胡说。哼，若是没有鬼，那便是谁住进去，谁就会变成鬼，谁住谁变鬼。你这妇人也是做娘亲的，如何教的小孩子？别理会这些人，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嘿，你这小冤家，讨打呀你！走，怎么回事？别理他们。珍嫂，珍嫂，哎呦，你在家？我以为你出去了。哎，夫人，就是这家。珍嫂，来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细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。
死在